房屋政策係一個重要嘅社會政策嚟嘅。明知重要，但係曾蔭權又偏偏搞到一鑊泡，最終要香港市民承擔苦果，為咗安居置業日愁夜愁。曾蔭權在任7年，施政方針多次被指向發展商傾斜，停建居屋、減建公屋，成功托市，令到本港嘅樓價租金狂升，劏房同埋棺材房成為咗佢主政之下嘅特產。曾蔭權執政短短7年期間，劏房嘅數目估計已經急增至到超過10萬個，就連工廈都改作劏房出租，成為香港之恥。有學者痛斥曾蔭權搞到香港房屋一鑊泡，只係顧住面子，漠視民意，一錯再錯，最終造成破壞性嘅傷害。儘管下屆政府表明上場之後，首要工作係重整房屋政策，重新以公屋同埋居屋平衡私人市場，並且計劃重定長遠土地供應策略。但係有關房屋政策嘅補救工作並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做到嘅事，成個香港已經無可避免地要為曾蔭權嘅個人錯誤付出沉重代價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